我们喜欢的都想拥有，不喜欢的都排斥。为什么这样？一定要追到它的根源，就是爱跟讨厌。爱就想拥唯一，有讨厌就推开。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喜欢、讨厌？就是因为我们有感受，外界给我的遭遇，我感受到了，所以我产生喜欢，产生讨厌。各位前为什么有受？因为我们有接触，有接触才有感受，感受才喜欢讨厌，喜欢讨厌才取舍，取舍了以后，已经也造成了才要受生，有生了才会老死。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接触？就是因为我们有六根，就是六入。那为什么有六根六入？就是因为我们有名色，名就是没有形象的状态，色就是身体。那为什么会有名色？就是因为有事。那为什么有